歡迎收睇呢節風暴消息，我係何思怡。10號颶風信號生效，預料會維持一段時間。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喺香港東南偏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隨住超強颱風華加莎逼近咧，佢嘅颶風區咧將會開始影響香港。華加莎咧會喺今朝早最接近香港嘅，喺本港嘅南邊約100公里左右掠過，對香港構成相當嘅威脅。預料10號颶風信號咧會維持一段時間嘅。要留意咧，本港今朝早嘅風向咧會由偏北風咧逐漸轉吹東至東南風嘅，一啲原本受屏蔽嘅地方咧可能會變得當風，所以市民咧要保持高度嘅警覺。張俊熙而家喺杏花邨，啱啱掛咗10號啦。你嗰邊嘅風勢同雨勢係點啊？思思啊，相信唔使我講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咧，超強颱風華加莎嗰個威力啊！我而家咧索性咧就已經挨住咗喺公園呢個石凳上面咧，係繼續我哋嘅工作。咁咧而家啲風咧同埋雨咧係由4方8面嘅吹埋嚟，都分唔清楚啲方向啦。咁而且咧啲水花咧係夾雜住呢個浪啦，同埋呢個雨水咧，都間唔時咧都會有啲鹹鹹啲嘅感覺㗎。咁咧而家我哋望出去呢一個公園啦，其實遠啲咧，其實就係杏花邨嗰個海濱長廊嗰個位置。咁基本上而家啲雨水咧，咁大雨嘅情況之下咧，已經係睇唔到出邊嘅視線㗎啦。咁咧都冇夠話啲浪啊，啲浪咧已經冚咗上嚟咧，都差唔多有成3、4層樓咁高添㗎。咁見到啲樹咧都已經吹到係搖搖欲墜啦，甚至乎頭先其實見到有啲樹枝咧喺空中嗰度都飛過。咁所以我哋咧都退到呢個比較後啲、比較安全、比較呢個靠近馬路嘅位置。咁我哋咧會繼續喺度跟進住華加莎嘅情況㗎，請大家注意安全啦。唔該晒張俊熙。彭樂晴而家喺馬鞍山城門河出口，咁你嗰邊嘅風勢同雨勢又係點呢？喺城門河位置呢度咧，個風勢咧係好大㗎。咁比起2個鐘頭之前咧，個雨勢咧係明顯大咗好多。咁而啲雨水咧打落嚟我塊面度咧係有種刺痛嘅感覺。咁我哋可以望下咧海面嘅位置，亦都咧見到有唔少嘅白頭浪咧湧上岸邊。一陣陣嘅強風咧吹埋嚟咧，最大風嘅時候咧，啲樹咧係吹到歪晒㗎。而對出嘅位置咧就係吐露港嘅位，咁暫時咧就見唔到有市民出嚟追風。天文台咧就話受到風暴潮嘅影響，朝早嘅水位咧會顯著上升，咁普遍咧可以達到海圖基準面大約3.5米至到4米以上，而吐露港嘅水位咧最高咧可以升到去海圖基準面嘅4米至到5米以上。咁至於咧喺沿岸嘅單車徑附近咧，咁預料咧水浸咧最高咧可以去到1.5米。天文台咧亦都呼籲市民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咁呢度嘅情況咧，暫時睇住咁多先，有新嘅消息咧會再同大家跟進。唔該，彭樂晴。各位，10號颶風信號生效，預料維持一段時間。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喺香港東南偏南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華加莎會喺未來幾個鐘頭最接近本港，喺本港南面100公里左右掠過，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現時本港東南部同高地正係吹颶風，隨住華加莎進一步逼近，佢嘅颶風區會影響本港更多地區。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嘅時間。本港今朝早咧嘅風向咧會由偏北風咧逐漸轉吹東至東南風。咁一啲原本受屏蔽嘅地方咧，可能會變得當風，所以市民咧需要保持嘅高度警覺嘅。雷達圖像睇到啦，本港今日嘅我哋仍然受到華加莎嘅雨帶影響咧，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咧係持續惡劣嘅，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方面咧係會有極巨浪同埋湧浪嘅，岸邊咧會出現越堤浪。東面同南面嘅海岸咧尤其顯著，所以市民咧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
記者梁永祥喺堅尼地城嘅10號颶風信號生效之後咧，現場風雨有冇顯著轉差？喺天文台發出咗10號信號到而家咧，天氣可以話持續越嚟越惡劣啦。風勢同埋雨勢咧，只能夠係話有增無減。而風勢隨住雨勢打埋嚟咧，塊面度都相當刺痛㗎。而我哋見到咧，湧埋嚟海邊嘅浪，湧埋嚟岸邊嘅浪咧，亦都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大。有陣時咧，甚至高過一啲路邊嘅交通指示牌啊！我哋見到咧，因為風勢好猛烈嘅緣故咧，有啲路邊嘅交通指示牌咧，其實都不斷搖晃啦。我哋見到咧，已經有一啲指示牌咧，近海邊嘅咧，已經吹到歪晒，隨時都有斷裂嘅情況嘅懷疑。咁我哋見到咧，天文台嘅風速圖咧，都顯示咧，其實喺堅尼地城海旁呢度咧，時速其實已經達到咧120公里每小時以上㗎啦，風速嚟講。至於陣風咧，更加有陣時達到咧160公里每小時以上。我哋繼續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各位早晨，早晨先好，早晨思齊。而家出邊好大風啊，連錄影廠都聽到出邊啲風聲。係啊，大家咧喺室內都要閂實門窗，做好防風措施啦。預測吹暴風至颶風程度嘅東北風，朝早漸轉吹東南風，夜晚風勢逐漸減弱，海有極巨浪同埋湧浪，密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同埋有顯著風暴潮。日頭氣温徘徊喺26度左右。展望聽日風勢進一步減弱，初時雨勢仍然頗大，隨後1兩日天氣逐漸好轉。見下今朝嘅重點新聞。10號颶風信號生效，華加沙未來2-3個鐘最接近本港。詳細嘅新聞內容：10號颶風信號生效，預料維持一段時間。超強颱風華加沙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按照現時嘅預測，華加沙會喺未來2-3個鐘最接近本港，喺本港南面100公里左右掠過。華加沙嘅環流廣闊，預料佢嘅颶風區會繼續影響本港南部地區，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風聲、雨聲，徹夜未停。華加沙襲港威力通宵加強，有路牌喺岸邊被風吹到不斷點頭。記者直播嘅時候，甚至有懷疑被吹甩嘅鐵牌飛走。海旁浪花傳晚不斷，仍然有人唔理勸喻，冒險追風，甚至雨具都冇。因為我哋住呢度啊嘛，難得有個10號風，梗係要睇下啦，係咪？威力非常之勁，好惡，好惡，應該係最有史以嚟最勁嘅一次。大自然嘅威力係好值得欣賞一下，我覺得係，即係最緊要安全，安全就得㗎啦。我覺得安全最緊要係啊，即係唔好做啲好高危嘅問題。向來當風嘅杏花村喺華加沙吹襲之下，遊樂場深夜開始突然停電，但係都完全可以睇到乜嘢叫做波濤洶湧。橋墩喺浪濤之下，猶如被吞噬咗咁。風力猛烈到攝製隊只能夠匿埋喺一邊用手機拍攝。對岸嘅紅磡碼頭同樣風雨飄搖，佢哋就要揸緊欄杆。天文台喺凌晨1點40分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1個鐘頭之後改發10號颶風信號。今次係自7月底為拍襲港，天文台相隔2個月再次發出10號颶風信號，亦都係自1964年第一次1年內發出2次嘅10號信號。部分地區好似尖沙咀就相對冇咁當風，風力明顯較細，佢就專程嚟影風。你哋都出嚟現場啦，你哋都記錄緊嘢啊嘛。點解市民唔可以記錄嘢咧？山竹嗰陣時，我自己淋濕咗一部機嘅。嗰陣時係點？而家又係點啊？而家未知啊，經歷過先知啊嘛。當然啦，危險嘅地方唔好去啦。天文台凌晨2點45分亦都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水浸黑點鯉魚門當時未見水浸，
但係泊喺避風塘嘅船都左搖右擺。沙田城門河隧道有輕微水浸，天文台預計水位朝早大約6點之後開始上升，朝早較後時間去到下晝初時會達到最高。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吳家軒係而家杏花村㗎，現場風力強唔強呢？嗱喺凌晨發出咗10號颶風信號之後咧，其實杏花村咧全晚嘅風勢都係非常之強勁，由凌晨咧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風勢都係冇減弱過㗎。其實全晚嘅風聲咧就好似而家咁樣咧，都係非常之大聲。而喺凌晨嘅時分啦，由於啦係天未光，咁所以咧其實最初咧望出去杏花村，就算係商場附近嘅能見度都係非常之差㗎。嗱，其實睇翻天文台嘅資料啦，全晚咧其實呢邊嘅一啲嘅陣風嘅風速啊，其實達到係暴風嘅程度。嗱，偶爾有1、2次嘅數值咧係更加係接近颶風嘅程度㗎。所以咧，其實本身我哋就算係喺有瓦遮頭嘅地方做直播咧，就算係行出去冇遮冇掩咧，都唔能夠停留得太耐。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係只可以喺一啲有牆嘅建築物後面咧，係企喺度進行直播嘅啫。嗱，日出之後咧，就可以更加清楚見到咧，其實華家沙嘅威力咧係非常之強勁。見到咧對出遊樂場嘅樹咧，都已經係吹到歪埋一邊。嗱，部分呢一啲膠嘅草嘅圍欄咧，都已經係吹爛咗。而家你都可以見到啦，繼續咧係有不斷嘅海浪、風浪咧係。咁我哋睇住呢度先。截至凌晨5點，6人風暴期間受傷送院，727人入住臨時庇護中心。政府共收到1宗嘅山泥傾瀉報告，同55宗冧樹報告。凌晨大約4點，喺尖沙咀柯士甸道同漆咸道南交界，行人路隔離一棵超過5米高嘅大樹連根拔起，橫臥喺路中間。多個消防到場鋸開樹幹並移離，花咗大約半個鐘處理完。而喺黃大仙、橫頭磡東道、橫頭磡村對出，有樹木懷疑喺強風吹襲之下倒冧，樹枝橫臥喺路邊。現場消息話，冧樹一度壓中一架的士，冇人受傷。各位睇一節風暴消息。10號颶風信號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天文台預料10號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清晨7點，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向西北偏西移動，靠近珠江口至到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天文台話華加莎會喺未來1、2個鐘最接近本港，喺本港南邊大約10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佢嘅颶風區繼續會影響本港嘅部分地區。天文台提醒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並且留意破壞性嘅風力。受到華加莎嘅雨帶影響咧，本港今日天氣係會持續惡劣嘅，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方面咧會有極巨浪啦，同埋湧浪。受到顯著嘅風暴潮影響咧，本港嘅水位正在上升嘅。今日本港沿岸嘅增水咧，可能高達2至3米。咁預計咧喺中午前後咧係會達到最高嘅，普遍咧可以達到海圖基準面以上約4米，而吐露港嘅水位更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5米左右。而我哋2位記者江英婷同湯偉源分別喺沙田同海怡半島㗎。咁先同江英婷傾下 ，Mavis 而家城門河嘅水位比起之前係咪高咗好多呢？係啊 ，Jackie， 其實城門河呢度風雨都強咗好多啊！咁我哋留咗喺呢一度成晚，感覺到個風勢係不斷咁樣增強緊㗎，而啲雨呢亦都係隨住啲風打斜咁樣撇落嚟。我哋亦都目睹呢唔少嘅樹木呢係因為咁而吹斷咗。咁可以睇下水面嘅情況啊，其實可以見到呢，而家啲浪呢係急咗好多㗎。咁水位呢本身即係輕輕咁樣淺過單車徑，咁但係而家可以見到呢已經係全部淹沒咗，甚至係波及埋行人路，亦都捲起咗唔少嘅垃圾上岸。至於喺呢個位置望過去，仍然可以清晰咁樣見到對面嘅住宅。另外呢，間中我哋都會見到有警車喺呢一帶巡邏，都會有警員係落地視察。
咁目前呢，就未見有市民喺呢個位置啦。天文台就話華家山未來2生物鐘係最接近本港，吐露港一帶嘅水位有機會上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到5米。咁至於海怡半島嘅情況，就交俾湯偉源講下。係啊，而家咧我哋就身處喺海怡半島呢度。咁海怡半島呢個位置咧係相當之食風㗎。咁即使我哋企喺個涼亭入邊有瓦遮頭，但係其實感受到嘅風力咧亦都係冇減少到㗎。咁咧除咗風勢之外咧，雨勢亦都係非常之大㗎。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算擔遮其實亦都係冇乜用，因為開遮咧都好容易會吹反。咁天文台就提醒市民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一定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㗎。咁現場情況先睇到呢度，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繼續睇下啲風暴消息。華加沙靠近本港，佢嘅颶風區影響本港部分地區，海邊不停有海浪拍打上岸，而雨勢亦都強勁。截至朝早6點，政府收到90宗冧樹報告同1宗山泥傾瀉。由蘇敬華報導。不論8號信號定係9號信號，傳統打風嘅當風位，港島東面嘅杏花村風浪都不斷增強，仲越夜越猛烈。海浪越過海堤，衝上海濱長廊，如同將大海嘅範圍進一步擴大。間中亦都颳起高過燈柱嘅大浪，濺起大量水花。杏花村風大，雨都一樣咁大啊！啲雨水咧會隨住風勢拍埋嚟面上面，其實要睇清前面咧都唔係咁容易。10號颶風信號生效期間，呢度更加係橫風橫雨。強勁雨勢之下，能見度比較低，樹木都吹到左搖右擺。喺狂風中起舞之後，有一大塊樹葉飛咗出嚟，而馬路上就留有大批樹枝同埋雪糕糖等嘅雜物。除咗杏花村，各區嘅天氣都明顯轉壞，旺角不時都落起陣陣大雨，市面人流稀疏。過往曾經經歷過水浸嘅西環海味街商戶都提前做好準備，喺門口堆沙包，防止有水湧入鋪頭。風暴期間多區出現冧樹事故，部分更加影響主要幹道。其中橫臥喺太子道西嘅冧樹影響多條行車線，消防人員到場割斷樹枝，並且喺警員協助之下將樹枝搬離馬路。另外，窩打老道近聖約翰里有大樹被連根拔起，橫臥喺多條行車線上面。樹側邊嘅鐵絲網亦都砸爛咗。柯士甸道近覺士道交界嘅冧樹亦都一度需要封路清理。而黃大仙橫頭磡東道亦都有一棵大樹被吹冧，樹幹亦都被吹斷，並且壓爛咗馬路邊嘅欄杆。Now TV 記者蘇敬華報道。喺沙田城門河水位不斷上漲，附近嘅行人隧道已經封閉。有巡邏嘅警員勸喻在場嘅無家者離開。由江英婷報道。凌晨時分嘅沙田城門河風高浪急，不斷有白頭浪拍打岸邊，亦都令到停泊喺呢一度嘅船隻不斷浮沉，更加有一艘快艇率先犧牲，反轉沉落海。喺強勁嘅雨勢之下，對面嘅大廈都睇唔清。岸邊嘅單車徑已經被封鎖線圍封，有無家者坐喺行人路對上嘅長凳，被在場巡邏嘅警員勸喻離開。冇地方去㗎，我四周圍搭我檔㗎啫。咪等個風停冇咁惡劣嗰陣時咪走咯。但係會好危險㗎喎。危險都冇辦法㗎，係嘛？我而家想離開呢度，我都離開唔到啦。咁有冇諗住即係向警察求助咧？暫時唔需要。
沙田公園劇場呢一度，即使係有架起帳篷，但係由於風勢同埋雨勢強勁，大部分嘅長凳都濕晒。同樣係新界地區喺大西北嘅元朗，雨亦都係落唔停。唔少商戶都閂咗門，做好防風準備。不過仍然有水果店冇閂門。過往打風期間都係水浸黑點嘅大澳，不時颳起陣陣大風，水位亦都逐步上升，海水間中湧上斜路。唔少嘅棚屋居民繼續留守喺屋企，政府派員通宵戒備以及協助居民。天文台提醒，部分地區可能出現嚴重淹浸或者係海水倒灌，市民應該避免進入可能受影響嘅低窪地區，以及遠離危險嘅地方。Now TV 記者江英婷報10號颶風信號生效，預料維持一段時間。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香港西南偏南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天文台話華加莎正喺本港以南100公里外掠過。華加莎環流廣闊，預料佢嘅颶風區仍然會喺今朝影響本港南部地區，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踏入清晨，華加莎進一步接近本港，杏花邨海濱幾乎被海水淹浸，湧浪嘅高度高過周邊嘅樹。全晚上算平靜嘅鯉魚門，風勢朝早顯著加強，有樹木倒冧，避風塘停泊嘅遊艇隨風移動嘅幅度大。喺旺角洗衣街亞皆老街交界，一間店鋪嘅短閘懷疑抵受唔住強風倒冧，部分鐵片分散喺地面，有個別甚至吹倒馬路。鋪攤面一啲夾公仔機亦都被吹冧。由呢個十字路口足見到華加莎嘅威力，有市民仍然強撐住遮出行。附近街道嘅橫額已經被吹到東歪西倒。家軒呢而家就喺杏花邨㗎，目前嘅風力同雨勢同之前比較有幾大分別呢？杏花邨呢邊嘅風勢咧，由凌晨到而家呢一刻咧，仍然都係非常之凌厲㗎。咁所以我哋直播嘅位置咧，都揀喺一啲有蓋同埋有多啲柱嘅位置咧，係可以咧係稍為安全一啲。咁所以咧，我同攝影師而家位置咧，就相對上亦都係遠離岸邊咧近幾十米位置，咁所以咧就相對上安全㗎。先講翻杏花邨呢度嘅風勢啦。其實咧，由喺凌晨2點幾改發10號信號之後咧，呢邊嘅風勢一路都係冇減弱過嘅趨勢。到呢一刻咧，仍然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可以見到啦，喺呢個近住其中一座住宅嘅啲樹啦，同埋街燈咧，其實都係吹到搖得比較大嘅幅度㗎。而家咧，亦都係正值一個潮漲嘅時間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望出去海面咧，都可以見到啦，海平面同埋呢一個嘅海濱嘅長廊咧，差唔多高度咧係一致。咁亦都可以見到咧，不時咧係有一啲嘅比較大嘅浪咧，係會係嚟到岸邊。雖然咧係加裝咗一啲嘅防水閘板啊，咁但係咧都不時咧都會有一啲較大嘅海水咧係會湧入嚟嘅呢一個嘅遊樂場位置。不過咧暫時咧就見到咧，其實都未見有一啲比較嚴重嘅積水情況出現㗎。現場情況先講到呢一度啦，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我哋嘅記者黃展希喺將軍澳。黃展希啊，現場嘅情況點啊？係啦，呢邊咧，我哋其實個雨勢咧都幾大㗎，咁樣咧，同埋都睇到咧，其實我哋後面咧有一個嘅單車嘅徑嘅隧道啦。咁其實而家都已經差唔多係淹浸咗啦。後面咧亦都有個渠口，因為海水道嘅關係咧，都會間唔時咧都會變成一個噴泉咁嘅狀況。咁海邊咧亦都有好多嘅浪咧，其實拍貼住繼續咁打緊埋嚟岸邊。咁我哋其實本身而家企緊呢度咧，原本頭先咧都仲係乾爽嘅，而家咧嗰個水位咧已經係去到差唔多接近小腿一半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先將個時間交翻俾新聞中心先。唔該晒你，黃展希，記得小心啊！我哋另一位記者高靜喺沙田。高靜啊，現場嘅情況點啊？係啊，咁我哋而家喺
我哋而家喺沙田城門河橋上面一個涼亭隔離啦。咁其實見到而家風勢雨勢都係大㗎。我哋嚟咗差唔多10分鐘，其實一落地咧，塊面已經俾雨水打到濕晒㗎啦。咁我哋其實呢度每20秒、30秒咧就有一陣陣嘅大風係吹過嚟，係吹到個人都稍為企唔穩㗎。不過好彩我哋呢度有一個涼亭幫我哋遮咗少少風，咁所以都還算安全嘅。咁我哋睇下河面上嘅情況先。咁其實咧，見到沙田城門河呢一度咧，水位係非常之高㗎。咁其實見到兩邊河邊兩邊嘅一啲行人路、單車路咧，已經俾河水浸到滿晒㗎啦。咁我哋見到其實隔離呢一條行人路隔離嘅一啲玻璃擋板咧，其實幾乎已經被河水浸滿㗎啦。咁目測咧，其實水深可能都有超過1米，不過我哋就未過去睇下究竟係有幾深。咁而我哋見到涼亭下面嘅一啲樓梯位置，其實頭4級咧都已經係浸晒㗎啦。但係咧，現場就冇一啲嘅膠帶或者圍欄啊、擋水板去擋住就避免行人路過嘅。不過暫時就未見到有行人過嚟呢一度，咁所以都暫時仲係安全嘅。咁我哋會喺度更新住最新嘅情況。好，唔該晒你高靜，記得小心安全啊！歡迎收睇呢一節風暴消息，我係溫子和。10號颶風信號生效，華加沙正係喺本港以南100公里外掠過。預料佢嘅颶風區仍然會喺今朝影響本港南部地區。截至清晨7點，各區一共接獲129宗冧樹同1宗山泥傾瀉報告，13個人喺風暴期間受傷。我哋嘅記者黎善彤喺杏花村，交俾你講下現場嘅情況。係杏花村呢度咧，其實未去到岸邊咧，已經感受到颱風嘅威力啊！我哋而家咧係喺內街嘅位置咧，其實見到咧已經係橫風橫雨，啲樹木咧都被吹到左搖右擺。現場咧嘅迴旋處咧，亦都出現咗水浸。見到呢個水浸嘅範圍咧，都有大半個迴旋處咁廣，咁入面咧全部都係泥水。我哋曾經落過去睇咧，見到其實水浸嘅高度咧，其實都去到小腿嘅位置。咁如果人要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要扶住隔離嘅欄杆先可以行到。咁如果唔係咧，都好容易俾風雨吹走。頭先咧亦都見到有啲街坊咧，佢哋咧亦都想翻工，但係咧就話即係完全行唔到，要調翻轉頭。咁亦都見到啦，啱啱咧亦都有一啲嘅私家車其實駛到過嚟，咁咧都寧願掉頭走。其實咧就得巴士咧，其實係可以順利經過，但佢哋咧都係要慢駛。咁呢個水位咧都可能有半個車轆咁高。咁我哋現場嘅情況就先睇到呢度。唔該晒你，黎善彤。全港多區凌晨開始受到華加沙颶風區影響，出現狂風大驟雨，杏花村巨浪湧岸，港島北岸錄得暴風。由張俊熙、張善恩同彭樂晴報道。尋日嘅狂風大驟雨，高過燈柱嘅越堤浪，華加沙展示佢作為今年風王嘅威力。全晚巨浪浪接浪，天文台凌晨1點40分發出9號風球。暴風雨接踵而至，1個鐘頭之後改發10號風球，係繼7月委泊襲港今年第2度發出，亦都係相隔61年，再一次喺1年內2次掛10號風球。天氣急速惡化，要再次嚟去到更加遠離岸邊嘅地方。我而家咧索性咧就已經挨住咗喺公園呢個石凳上面咧，係繼續我哋嘅工作。咁咧而家啲風咧同埋雨咧係由4方8面嘅吹埋嚟，都分唔清楚啲方向啦。港島北隨即轉吹東北風，維港入面一樣洶湧，有人唔聽勸喻行近欄杆，一個白頭浪就將佢淹沒。中環碼頭去到北角一帶，期間錄得最高陣風每小時117至到128公里，達到烈風級別。沿途有冧樹，亦都有地盤外邊成排水馬冧咗。位於南區嘅海怡半島風無定向，大風起上嚟嘅時候都要捉實欄杆。成晚都橫風橫雨，樹木招牌左搖右擺。
鴨脷洲有電單車橫臥喺地下，一街都係雜物。尖沙咀覺士道有大約10米高大樹倒塌，消防到場清理。沙田區情況一樣惡劣，吐露港水位未到清晨潮漲時間已經升到大約3米，城門河沿岸已經水浸，出海口大浪打向岸邊，濺起幾米高嘅水花。城門河河口沿岸行人路都比較高，但係大浪拍岸都會冚上呢個嘅位置，包括吐露港在內，全港11個沿岸同埋低洼地區可能出現嚴重水浸，中午前後水位會升到最高。有線新聞彭樂晴報道。睇返風暴路徑，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華加莎正係喺本港以南100公里外掠過，預料本港今朝會逐漸由吹偏東風轉為東南風，原本受遮蔽嘅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本港今日天氣會持續惡劣，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極巨浪同湧浪，岸邊會出現越堤浪。東面同南面嘅海岸尤其顯著，受顯著風暴潮影響，預計本港今日沿岸增水大約2至3米，水位會喺中午前後達至最高，普遍可以達到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4米。吐露港水位更加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5米左右。喺過去1個鐘，昂坪、橫瀾島同大老山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48、134同13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206、157同175公里。各位睇一節風暴消息，10號颶風信號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天文台預料10號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喺上晝9點，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向西北偏西移動，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天文台話華加莎正喺本港以南100公里外掠過。華加莎嘅環流廣闊，受到佢嘅影響，本港南部地區同高地仍然間中吹颶風。本港今日天氣會持續惡劣，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會有極巨浪同湧浪。華加莎正為香港帶嚟顯著嘅風暴潮。本港東部沿岸水位喺今朝早8點已經普遍上升到海圖基準面3米以上㗎啦。而大埔滘更加係超過海圖基準面以上3.7米，而沿岸嘅水位仲喺度逐步上升，預料會喺中午前後達到最高。市民千祈唔好鬆懈防風防水浸措施。而我哋記者陳樂圖就通宵留守喺大澳㗎。Karen 啊，而家大澳嘅水位有冇漲得好快呢？係啊，咁大澳呢邊嘅水位咧，其實都漲得幾快㗎。我哋而家身處咧喺吉慶街呢個位置咧，其實水咧最深已經係至少去到腳眼嘅位置㗎啦。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海水咧都湧咗唔少嘅雜物上嚟啦，有啲樹枝啊各樣嘢咁樣啦。咁而喺側邊嘅士多咧，老闆都時不時咧都會出嚟望下咩情況。其實咧就話呢個位咧，基本上每次打風都會水浸㗎啦。咁大澳呢度日頭嘅天氣一路都好差，好似我哋依家身處喺呢個位置咧，風勢都好強勁，雨咧亦都係一路都冇停過㗎。咁所以咧水流我哋都見到係都比較急，而住喺棚屋嘅居民咧，有啲都已經起咗身去留意翻個情況。就星期2咧夜晚11點，其實就已經水退，所以就屋企都冇乜點樣浸到。咁但係知道咧晏啲嘅11點咧會水漲得好勁，都預咗會水浸㗎啦。天文台咧就預計水位咧會普遍會升到去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4米，呼籲市民咧要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咁我哋會喺度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Jackie。早晨，我係梁思恒。10號颶風信號生效，華加莎正係開始遠離本港，但係相關颶風仍然間中影響本港西南部。10號風球會維持一段時間。華加莎帶嚟嘅風暴潮令到本港東部沿岸水位普遍上升至海圖基準面3米以上。
將軍澳沿岸被水淹浸，有行人隧道沒頂。天文台預測沿岸水位中午前後會達到最高位。黃家俊報導。風暴潮令到水位急劇上漲，將軍澳海濱長廊海水直接湧上岸，淹浸海濱長廊。10幾米外嘅行人路浪冇停過，沖散水馬漂流喺水上面。水一路衝落去單車徑隧道，幾乎沒頂。風勢相當之大，有樹被吹冧，成排水馬冧低咗。室內都無一幸免，面向海濱嘅店鋪大門打開咗，店內嘅台台凳凳一片狼藉，門外嘅設施都吹到四散。喺杏花邨，水浸到入內街。華家沙朝早最接近本港，風勢有增無減。燈柱都吹到搖搖下，出街都要迎風而上。舉步維艱，有遮都冇乜用。沙田城門河亦都泛濫，泥黃色嘅河水浸滿咗兩邊行人路，差唔多有欄杆咁高，連垃圾桶都隨水飄走。華家沙帶嚟嘅風暴潮加埋暴雨，本港沿岸水位升高，吐露港係重災區。朝早嘅水位一度升到去海圖基準面以上3.72米，比起正常高咗2米。有線新聞黃家俊報道。記者黃展熙而家就喺將軍澳，天無話，而家嗰邊嘅情況係點啊？同頭先有冇咩變化？係啊 ，Iris。咁咧，我哋呢邊咧嗰個雨勢咧，其實比頭先8點鐘嗰時候咧，其實已經係稍微減弱㗎。咁但係咧個風勢咧都係依然強勁。咁咧我哋咧其實有陣時企喺度嘅時候咧，都有啲會吹到企唔得好穩嘅。咁咧我哋頭先咧我哋見到嘅一個即係淹浸咗嘅單車隧道咧，其實咧而家見到咧個水位咧都又有稍微咁退卻啦。咁但係呢個高位咧其實都係去到差唔多半個人咁高㗎。咁至於咧我哋頭先有見過嘅嗰啲嘅即係玻璃被打爛嘅嗰啲嘅餐廳咧，咁啱啱其實都有警察咧嚟到啦，咁就去睇下咧，究竟咧有冇人係喺現場㗎？咁亦都咧喺附近巡視同埋勸喻咧一啲嘅喺海邊行嘅一啲嘅市民咧，都係盡量去遠離翻岸邊，去翻一個安全嘅位置啦。咁咧，至於我哋喺而家個現場咧，其實見到咧因為個風勢咧，其實都雖然強勁啦，咁但係咧拍打上岸嘅海浪咧，其實咧就相對比起頭先嚟講咧，嗰個高度咧都已經係冇咁高，因為頭先我哋見到個浪嘅高度咧，差唔多喺岸邊咧係高過一個人，咁而家咧就係差唔多到一個人咁高嘅情況嘅啫。係啦，咁我哋咧會繼續咧喺呢度咧睇住風暴嘅最新嘅情況，時間先交翻俾新聞中心。好啊，唔該晒。睇下華家沙嘅走向。超強颱風華家沙集結喺香港西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預料本港會逐漸轉吹東南風，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唔好離開有屏蔽嘅地方，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各位，10號颶風信號現正生效。超強颱風華家沙正係逐漸遠離本港。華家沙集結喺香港西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方向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華家沙正係逐漸遠離本港，但係同佢相關嘅颶風仍然間中影響本港西南部。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預料本港會逐漸轉吹東南風，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唔好離開有屏蔽嘅地方，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
港島南區海洋公園隔離臨海嘅酒店半夜被湧浪衝爛玻璃，玻璃被衝爛嘅一刻，酒店入面有人大叫，有人一度企唔穩，但再嚟一波湧浪，最終就跣低咗。據了解，事發喺半夜，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大堂被淹浸，水深到小腿。梁永祥到咗現場㗎啦，情況係點樣啊？喺現場咧，受損嘅地方咧係酒店嘅其中一個入口嚟㗎，係位於地下嗰層，而唔係酒店嘅 check-in 大堂。而真正嘅登記大堂咧就係1樓嗰度。我哋可以見到咧，現場咧損毀嘅情況好嚴重，滿地泥濘。而一啲飾板啊、木飾板甚至金屬嘅飾面咧，亦都係被撞到凹陷啦，甚至飛脱。而一啲玻璃嘅位置或者甚至係石造嘅位置咧，都被撞爆或者係飛咗出嚟。至於我哋可以見到咧，海浪嘅衝擊力咧係有幾大咧？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喺海浪要衝入嚟酒店入口呢一度咧，其實係要經過咧一個大概2米高，即係差唔多一個人咁高嘅圍欄啦，跟住先至可以衝到入嚟。而喺圍欄外面咧，其實仲有一個海堤同埋一條行人路㗎。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今次嘅海浪咧係越過咗海堤啦、行人路啦，再過埋個圍欄，再衝入去酒店咧，造成咁大嘅破壞。所以可想而知咧，今次嘅衝擊力係有幾大。現場嘅情況先跟進到呢度，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辛苦晒出面嘅同事，呢節風暴消息報道完。